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！今日真好去阿嬷要来讲43篇，主题春夏秋冬。今日要小解这个春夏秋冬的典故。伫个宋朝有一位真有名的无门慧开禅师，诗人创作的，伊真侪闻名的经典。即句禅师的句，我来简单读一遍。第一，春有百花，秋有月。春天有各种的花蕊盛开，淡淡的清芳。秋天有闪光的月亮圆练练，互大家欣赏，甲照光明。例如句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。夏天有微微的凉风吹入来，冬天有真济的霜雪，白雪雪铺伫涂骹顶，敢若一幅画共款。第三句，若无应事挂心头，就是讲，即个每一个人心中的烦恼甲世俗，会当挂碍拢放下，心肠自然开阔。第四句，便是人间的好时节，将这个烦恼放下以后，咱自然感受到一年四季拢是人间的好日气。这位无门禅师修行当中有48句的公案来比例，会当感受到这个无门无的境界。伫个咱这个公案内底，嘛真侪大法师、高僧、三宝弟子、十方的学生真赞赏。即句诗句虽然是足平凡的，嘛足简单的，会当安尼形容，真正是无简单的。咱每一个人经过生老病弱死，经过着人生的经验，甜酸苦涩的日子，无论是公用的、忍辱的，得到失去，这个过程到一个阶段，就是放下一切无常的变化，会使讲真紧就过啊。办法用来比例，甲这个形容，10字。第一字，气清山川近；第二句，心远天地阔，感受宇宙大地清新的空气。比如讲，心中看远，宇宙就广阔。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过好日子。祝福线顶的朋友，多谢努力。